讲到新竹黄山，女湾是网页书法人嘅观光景点。黄山还出了一对有名嘅漫画家刘兴钦，伊是凤乡村泰山杯人。泰山杯也是新竹五大有限农业区其中一只。因整个等有个草地保留为丰富嘅人文同自然生态。校委会也是出了1700万元，同表扬嘅韩国久违嘅凤乡国小首长歌，成立被泰山杯客家人文生态馆，委托厂商去治理。不过9年前过封城嘅开幕，冇1年都关门咧。里面我哋也嘅经营者都冇做起来，也是本人批评讲变做门内馆咧。去年咧，黄山乡公所公布爱招备位消息，佢当时提到清华大学夫妇科学研究所嘅张凯云，认真喺黄山做研究作为1年，对黄山就蛮了解。伊同五朋友5年前参详嘅，借一笔钱，向下去到泰山杯创业。年人来头摆嘅凤乡国小，有一年落来，有闹热起来嘅。网记消息嘅作地，想到大家注意，大家慢慢去做好生嘅嘢事态。本单係鳳鄉國小，下後係那代改操作泰山杯客家人文生態館，係1年前有經過張開源同5年前嘅改操，也空地3.6度非體力小好嘅，見到為了熱，望幾多年下去，也搭配就加動鬧熱。開幕之前，我們是把當地的居民找過來，當地的居民、當地的業者、當地的政府單位、專家學者、農民朋友們，大家一起過來。我們去討論這個地方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過去這個地方的歷史背景是怎麼樣？現在大家面臨到了哪些問題？然後我們對於這個地方的未來有哪一些共同的想象？我們可以一起來合作，一起去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。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挖說學校它可以是有什麼樣子的方式呈現，尤其它又是在國小，是那段時間是我們最單純、最快樂、最無憂無慮。或者是最純真的時候的自己，所以應該是我們可以把那些元素給找回來，然後在這個空間給表現出來。2006年成立嘅泰山杯客家人文生態館，先前本條街本嚟幾下擺。對賣客家菜傳統到天本乾菜館一條都有，前面都做唔上生意，數數起來。對我哋來嘅2-3年，直到安尼鐵打掃，幾天我到佢接下來。條下馬將巧妙事業做地講，馬介事情行行都自家做，全無工人嘅數。一方面味道上切，也想檢查有哪出問題，我嘅也唔是按飛去。冇聽錯，沒靠好清楚，冇空用嘅經營方式。那我覺得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是，他們比較商業導向，他們來這個地方就是要賺錢，就是要讓自己過比較好的生活，這樣子就好了。但我們不是，我們是用一個利他的出發點。我們來到這個地方，不只是為了自己，我們希望是讓這個整個社區一起共好，大家都可以過更好的生活。內內外外，規下老記世界改革，未前用了嘅地方行為按到馬街，天天呢有銀行來嘅，農民未一心負記下到，共下合作，餐點就用菜地食材，未同農民替賣農產品。人人送水果來嘅陽太高，就會固定同中國園批下嘅其中一類農民。27斤或4.5哈，快接近1斤，這個差不多1斤了。這個。從細啲太一記，看到母狗鳳鄉國小會起起落落，故所佢希望中國園落來，泰山杯會更加繁榮。所以啲泰山杯因為呢個角度啊，交通特別好唔方便嘛，所以講啲人又少，後生人全部夾緊苦啊。要做啲係個農車冇買嘢做，全部全老人家嚟做，所以我看到佢哋做佢當3萬啊，當年錢嚟做，而且現在是來到呢位而家按3萬，所以我講我非常感激，講佢推泰山杯按熱心嘛。還有這個是這個沙塘這個表說，現在是看你很醜，看好是這個好這個地方啊。
觉得当然是刺激，就是我们是比较年轻的一辈，然后我们又不是传统的在地的客家人，我们是来自外地的，然后又是年轻的人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存在。那也是因为我们的不同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去互动，去交流出一些更新，然后更深入的一种体验的方式。他懂得大三倍的特色，他用我们的在地的农产品，跟外面不一样。他做的不会像以前的前几届人做的什么，外面的都是的拿进来做。为什么拿到大三倍？是外面竹东就有啊，为什么吃到大三倍都台北也有啊？所以他会成功原因就在这里，他懂得把大三倍把这个地区融合在一起。现在房山是佢哋客家庄，中快院就用客家政府来策展。现在台三县新做5个乡镇的特色农产，设计出餐点，大部分呢，大家对客家会很有兴趣。其实我觉得是透过他吃完这个东西，他喜欢这个东西，我们再因为他感兴趣，再告诉他更多背后的人文的故事，不是很生硬的去把那些做成展板，然后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想要看。他一开始就排斥这样子的东西，那样子是没有办法传递所谓的文化的。有一摆机会受到阿伯婆大爱吃饱的，中快院对亚红客家美食有位全无共用的认识，没想到有客家农业来上按站台位之面。看到也2个后生人按出心，阿伯婆当感通，除了农民前爱中快院来出，村内中快记附近。也大个人下係有點反串，就會搞定阿伯婆大愛吃飽的。看住後生人落來啊，真香啊，真歡喜啊！真歡喜大家來去泰山杯本地發展。其實70萬歲嘅阿伯婆係關係家到黃山來嘅，後生家下就從來忙死去過泰山杯，尤其聽人講泰山杯係用嘅，佢就很客家。一直到佢認識的中快院，佢對泰山杯真有全新的認識。是講按期啊，有冇加泰山杯上家獨栽，下家獨杯，食番薯幫煮菜，原是強啊。迄講嘅無生意好做，又係講無乜嘅。個按山都無生意好做，唔係像啲下講，來開花來本人來講，這樣是一點都沒有。他怎麼種茶、種番薯、種柑木，按人做嘅就是啊。老表啲嘅房嘅蔬菜拿嚟做生意，冇聽錯會唔好，也冇聽錯生意會做唔成。中快院做得講係老人俾佢哋寫好教，再講拿嚟利用，要做到以後嘅其中一個利益。係講要尊重地方，要了解到地方少物界、愛物界，留菜地資源拿嚟好好利用。按嚟看起來，像熱愛鄉門嘅夜場館，真有可能發揮，真會有成功。